阿培，啊，看见丽丽没啊？好像去河边了。什么时候走这么远了？李新月，李小天，我在这儿呢。跑那儿去干嘛呀？我的手链丢了，没挂在前面那棵树上，我要把它拿回来。不是，你先回来，我帮你找。不用了，你快回去吧。我都走了这么远了，我很快就把它拿回来。万一它一会儿掉了，被水冲走了，就再也拿不回来了。不是一条破手链丢了再买一条呗。你才破呢，你不懂。我这手链花多少钱也买不回来的。你不用管我了，你快回去吧。啊，那行吧，你站那别动，我过来。你不要过来，你不用过来。行了，别废话，站那。你不用过来，你快回去吧。你这样啊，重心放低啊，慢慢走。你不用管我，自己拿回来就好了。我自己去了，你快回去吧。走，我会走。怎么了？哎，我告诉你，如果这就是个圈套，别人就想用这个方式来害你，你还往前走吗？什么圈套？你吓唬谁呢？我都走这么远了，我一定要把手链拿回来。你不懂的。你快回去吧，快回去吧。好，你想走是吧？一起。你要死，我陪你一块死。走。别说了，现在水流太急，我们也没办法游泳。我不会游。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别愣着，跟我一起喊了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丽丽，小秋儿，你们坚持住，我叫阿培过来，车上有绳子。喂，阿培，你快点到河边来，丽丽和小天他们掉到河里了，快点！阿培，快拿绳子！哎，夏夏拿救生衣，来，跟着我走。哎，来，阿培，把绳子绑到柱子上。哎。boss，你注意安全啊！放心吧，我考过救生员执照。哎，丽丽，坚持住啊！你坚持一会儿。一会儿我让你拉绳子，你就拉绳子啊！记住了，记住了。你们坚持住，我来了！快点儿！丽丽，坚持住！坚持住！快点！来了！抓住！来，抓着这个！别怕，抓着，抓着它！抓住锄头！快！阿培，拉绳子！快！抓着救生衣，快！抓紧了！你撑住啊！哎，小片快！阿培，快！浴巾披上！快！下去披上！快！来一个，你也披上。小片，快！
对不起啊，我又给大家添麻烦了。丽丽，你别说这样的话，跟你也没关系。我看你头发打结了，我帮你吹吹吧。谢谢。哎，喝一杯这个姜茶，加了红糖的。以前我在国外读书的时候，只要感觉自己快感冒了，喝一杯准好。这红糖不都女人喝的吗？人家 boss 说的没错啊，就给女人喝的，又不是给我们喝的。哦，小天儿，这一杯给你的。谢谢 boss。啊，那我也要，我也要。你都没掉水里，你喝什么呀？我就要，你管着吗？啊，来，这一杯给你，行了吧？我也要吹。你看，先给你吹。我的手链丢了，被挂在前面那棵树上，我要把它拿回来。不是一条破手链丢了再买一条呗。你才破呢，你不懂。我这手链花多少钱也买不回来的，你不用管我了，你快回去吧。哎，不是你干嘛去啊？上个厕所。发现什么了吗？谢谢。哎，这个串儿看着也不怎么值钱，丢了再买一条呗。我跟你说过了，这条手链是花多少钱都买不来的。手链本身没什么意义，是手链之外的意义。什么意义？这条手链时候不早了，咱们尽快回去吧。刚才你们淋了水，别感冒了。这个桥啊，得让有关部门修一下。好，走吧。刚才赶回来救你们，车还没修好呢。一会儿我还得去那个修理厂换几个零件。小声点儿，丽丽睡觉呢。哦。行啊，知道体贴别人了。信爷刚刚受了惊吓，让他好好休息一下。下车吧。
师傅，刚才有几个零件没换，您给换了吧？啊。丽丽，来，到这儿坐坐。有几个零件没换呢？好的。哎，喝冰水。谢谢。夏夏，喝水。不。大哥，哎，本地人啊？对啊，本地人啊，没事，我去打听一下。那边河道上那个木桥是新盖的吧？你说那个木桥啊，刚盖没多久，主要是观光和拍照用的。平时啊，我们主要走另外一边的石桥。谢谢啊。没事。聊什么呢？啊，没事。问问那个木桥的责任厂家是谁，万一能要求赔偿呢？也是。哎，好嘞，来，boss，修好了，咱们可以走了。慢走啊！哎，给钱了啊！慢走啊！这车修完以后就是好开啊！你要不要来感受一下？哼，你想偷懒你就偷懒，还说让我感受。再开一会儿我来开。又被你识破了啊！凯文，对不起啊，折腾了大家一上午。谢谢你带着大家来救我们。丽丽，你千万别这么说。你知道你对我们这个团队有多重要吗？你要真出了什么事儿，你让我怎么办？对了，你今天怎么一个人跑到河边去了？对啊，我早上起来想出去透透气，走着走着就到那个桥上了。那个河水那么急，那桥那么旧，一看就很危险。丽丽，下次啊，你千万别一个人行动了。那个楚总，这件事情主要怪我。昨天晚上我跟他约好了，今天早上起来没事就到附近去逛一逛，但是我睡晚。还说呢，你今天早上就应该跟丽丽一起去。是。怎么做男朋友的？你听到了吗？以后到哪里去都要跟我说一声，不要一个人瞎溜，要不然人家说我不称职啊。哎，楚总，如果我和新月一起掉到河里，你先救谁啊？那我肯定是一起救了。你别忘了，我可是考过救生员执照的。世佳，如果今天你在岸边，我跟新月在水里边，你先救谁？我当然先救新月了，你自由吧。不是我这么没有魅力吗？没有啊。哎 ，boss，你要是跟别人掉到水里，我肯定先救你。真的吗？真的。那我要跟夏夏掉到水里，你先救谁啊？夏夏。佩服你的勇气，但是扣你1年工资。没问题啊。哎，阿培哥，啊，你会游泳吗？不会啊。那你说什么？说了半天。你不会游泳，忽悠人家夏夏。那我还是要1年工资吧啊。1个月工资也不给你，好好开车。
是不是很有旅行的感觉？好，那我准备直播了啊！哎，阿培，一会儿你进我直播间帮我刷点礼物啊，攒点人气。没问题呀。那我开始了。手机。Hello， 宝宝们，猜我们带大家来到了哪里？看这边，这里有一片超美的花海，号称是中国最美乡村。现在呢，我们就带大家一起来看一看这片花海喽。哎，感谢这位叫培培的宝宝，一上来就给我刷了大飞机，其他宝宝继续哦。现在我带你们继续往前走。我是苏鹏曼。我是宝宝。你刚才到底发现了什么？那得取决你想对我说些什么。谢谢你刚才在车上没有跟他们提手链的事情，但这并不代表你现在就有权利来审问我啊。有些事情局外人知道的越少越好。不是我现在怎么叫审问你了？刚才发生了这么危险的事情，它跟我有关系。如果你真的担心我的话，你应该告诉我啊。好嘞。就在这儿，别动，往后点啊，小心后面啊！来。我们俩在桥中央的时候，我说这是一个陷阱，那是因为我看到桥的对面有一个黑影在树下面一闪而过。后来也证实了我的想法，因为我去到桥对岸的时候，我看到桥上的绳索有很明显的切口。看来是早就设置好的陷阱。如果今天不是你对我说的话，我真的不知道那条手链对你意义这么重要。但是偷你的那个人知道，要不然他也不会偷。你到底得罪的人是谁？我确实是没办法跟你说，因为知道人越多，危险就会越多。现在已经是有人想要你的命了。我已经跟你说了那么多了，你是不是该告诉我点什么？哎，对，别动别动。哎呀，你看这都有效果。我看看。你看，他们是冲着画来的。什么画？那幅在拍卖会上拍出去的宝贝是赝品，所以杀手全是冲着真画来的。我没太听懂啊。你说在拍卖会上你拍出去的那幅宝贝是赝品，也就是说真品现在在你手上，在哪里？抱歉，我现在真的不能跟你说这么多。但是你相信我，只要时机成熟了，我马上会把这幅画还给它真正的主人。那什么时候时机才算成熟呢？现在人家想害你的命啊！你想想看，这一路上以来发生了多少事情？今天是你出危险，万一明天是阿培他们呢？是楚总他们呢？万一是我呢？你良心过得去吗？哎，哇，这个阳光好啊！我确实有我自己不能说的苦衷，但是你放心，我不会连累其他人的，而且我自己可以解决好。我希望你有什么苦衷你就对我说，只有你说出来，我才有办法去帮你。小天儿，谢谢你帮我，但是很多事情我必须自己去做，不然活着就没有意义了。你也知道这幅画的价值，你也知道这一路上出了这么多事故，就像你刚才说的，我是个很危险的人，你还是离我远一点吧。我不怕危险，李清源，我希望你不要什么事情都自己扛。我真心想帮你。很多事情不是你想帮就能帮得了的。我自己待会儿。来，别动啊！
哎，好嘞。你看看这几张照片怎么样？绝对的大片吧？好棒啊！哎，你说这徕卡的相机拍出来就是不一样。那可不一定，拍照可不是器材的好坏，重点是你拍的内容。那这徕卡跟手机拍出来能一样啊？那是啊，哎，就像你直播一样，好多人直播为什么粉丝那么多？不是说他手机多好，是他直播的内容好。你就是一个很好的内容，是吧？你这是在夸我呀？嘿，你本来就好嘛。哎，对了，我有一个想法，正好他们回来了。哎，赶紧过来！你们干嘛呢？这么久？现在人到齐了。楚总，我有个提议。什么提议啊？这景色这么美，咱们来一个摄影比赛怎么样？每个人拍一组照片，然后我们传到官网上，让网友来投票。好啊，摄影比赛，你们肯定不是我的对手。摄影总得有个主题吧？拍什么？拍茅厕？你拍茅厕啊？哎，夏夏，你这个提议不错，但是你得说个主题啊。我们拍未来。什么？未来？未来？我的未来找到了，下次咱俩合个影吧。别闹了，未来就未来，限时5分钟，现在开始。好，开始吧。走，走吧。不是 boss 啊，这未来怎么拍呀？咱们旅行能到现在就够不容易，还谈什么未来呀？现在说的是摄影，谁跟你说旅行了？你得找到一个事物，用它来表现你对未来的认知。不是我跟你聊的不是摄影，是对未来的憧憬。行了，咱们这趟旅行只要顺利成功，我们的 app 一定会火，相信我。我信你，我也拍拍未来。你跟着我干嘛呀？不是你要去哪儿啊？我去洗手间啊。去吧。你跟着我，我怎么去啊？你们去。别过来啊！你想想看，这一路上以来发生了多少事情？万一明天是阿培他们呢？是楚总他们呢？万一是我呢？你良心过得去？我希望你不要什么事情都自己扛。我真心想帮你。很多事情不是你想帮就能帮得了的，我必须自己去做。我看看。你看，我拍的这个，哎，这构图不错啊。时间到了。啊，叫上他吧。哎，金小天，金小天，时间到了，快回来。夏夏，你看我拍的这个，你们呢？金小天，你拍的呢？给我们看看。我没拍啊。你干嘛去了？丽丽呢？上厕所去了。来，阿培，看看你的吧。啊，来，拿来看看。我就别看了，来看看了。拿出来看看。这我就知道他要拍你，你看。你这抓的什么表情啊？还有吗？没有，就拍了一张。看看我的吧。你这5分钟拍一张。楚总，我们下车的时候关车门了吗？关了呀。你关的，你忘了？好像开着的呀。怎么了？哎，小天儿，怎么了呢？走。哎，小天儿，怎么了？
我实在是不想连累大家，但我会在精神上与你们同行。我们终点再见。我看看，什么东西？丽丽写的。她去哪儿了？她？丽丽现在刚遇到这种事情，她这一个人走多不安全啊！哎，小天，你刚才在花田里跟她聊什么了？你跟她说什么了？我什么也没讲。行了，赶紧找吧，现在没走远，快！等，我们大家都冷静一下啊。它上面写了，要在目的地等我们。目的地是哪儿？香格里拉。他从这里要去香格里拉最近的路程，就是去县城的火车站。赶紧上车，阿飞，去最近的火车站。阿飞，快点，帮我导航一下最近的车站。先生，你打一个电话给丽丽。来，按照这个走。哎，关机了。啊？开快点。哎，前面右转。快点。再快点。阿培，按照这个导航走。好了。楚总，我能帮上什么忙吗？哎呀，你能帮啥呀？你怎么态度变那么好了？早上喝咖啡的时候不是这样的。我生下对大事儿一向拎得清的好吗？李新月，你说今天刚受了惊吓，现在又突然走了，他一定出什么事儿了。我们是一个团队，要一起解决问题，对吧，楚总？你真的假的？突然变那么懂事了？那当然，我们姐妹好。行了，你俩别吵了，赶紧想办法吧。哎，对了，我那么多粉丝呢，我现在发条微博吧，我问问我的粉丝们。哎，对呀，这个办法好，赶紧发。看我的啊！10万火急，夏夏要寻人。我刚才看了一下地图，从这儿到县城的车站，怎么也要1个小时。丽丽走了这么长时间，咱们应该追不上了。没有什么岔路或者近路吗？这地图上显示的都是大路，像那种小路啊，估计只有本地人才能知道。本地人？这还没这样回我啊！你开直播，发微博等到什么时候？开直播。哎，对，开直播，在直播上问。你问一下本地的粉丝，有没有从我们现在的这个地方到火车站最近的路线？你真聪明。给他们发红包对，我给他们发红包。好了，看我的啊！好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又来到了夏夏的直播间。现在呢，我在婺源，然后呢，婺源当地的粉丝，我要给你们发福利喽。现在切入主题。哎呀，好，现在我有一个非常着急的问题，现在要问你们哦。我现在在这个地方，大家看得到吗？现在我要去我们县城的车站，然后呢，但是就是太久了，要1个小时，我现在特别着急。有没有粉丝知道就是有什么近路吗？哎，
有了，前面说什么呢，楚总？前面第3个路口右拐。右拐。好，谢谢这2位粉丝，那个谢谢大家解答夏夏的问题哦。那现在我要非常着急的下直播去找人了，大家不要太想念夏夏哦，爱你们哦，超级爱哦，拜拜。哎呀，沈夏，你立了一大功啊，红包算我的哈。好。如果这就是个圈套，别人就想用这个方式来害你，你还往前走吗？因为我去到桥对岸的时候，我看到桥上的绳索有很明显的切口。如果今天不是你对我说的话，我真的不知道那条手链对你意义这么重要。但是偷你的那个人知道，要不然他也不会偷。你到底得罪的人是谁？姑娘，你有什么心事儿吗？没有。姑娘，我一看你可能就感情的事儿，有什么事儿啊，给大叔说说。啊，大叔啊，最起码呢，给你多吃了几年的盐。谢谢您，不用了。好嘞，那姑娘，我最后再说你一句啊，别冲动，冲动的时候呢，千万别做决定，冲动是魔鬼。boss，往前走，再拐2个弯就到县城车站了。好，红包发的我累死了。不是说了吗？红包我报销。楚哥哥最好。这次新月如果能够平安找到的话，你得算偷工了。我夏夏那可是大主播。哎，有了，微博有人回复我了。怎么说？你看，说看到一个和李新月衣着打扮特别像的女孩，说那个拎着一个行李箱上了出租车，往东开去了。东，哪边是东？东上北下南左西右东。就咱开这方向的不就对，前面就东。金小天儿，你说对了。阿培，开快点。哎。哎，等，你们看，那前面的出租车里边，那是李新月吗？来，阿培，加油追上去！老司机。安全第一，这马上就到了。这人怎么这么开车啊？阿培，小心点啊！现在年轻人开车，像飞的一样。哎，怎么开车了你？阿培，打电话报警啊！